我现在来到了阿健住的地方。这是我的便当。他会不在？他睡着觉。哦，喂，怎么会来？我带了一个爱心便当来哦。假的？那这么突然？你刚才我在看剧本哦。这么用功哦。我还要带筷子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没筷子？你要，那你帮我录，因为我要记录下来啊。哦。什么？可爱吧？还有图案哦。对啊，确定是你自己做的？真的是我自己做的啦。有证据吗？有证据，有一整支影片当证据。哎，我刚好还没吃晚餐呢。你都不会好奇这能不能吃哦？可以啊，我当然知道这可以吃啊。是章鱼。对，还是一个很可爱的章鱼。但还有舍不得吃。没关系，我还是吃啊。这是你做的，你跟外面卖的很像啊。真的，我有证据，就是我做的。不然你现在来跟我，你可以问我那个做法。我之后直接看你的。那记得要留言。好，因为我有特别为了你做东西都用水煮而已，然后就简单撒一些调味的粉。哦，因为我在健身。那你猜看这是什么？小黄瓜包那个叫什么？小黄瓜包主人，对吗？是主人包小黄瓜。主人包小黄瓜，对。我吃看，我以前没吃过这个。你是来帮我送晚餐，还是你自己要？你吃饱了吗？还没。我们一起吃啊！不早说。哦，里面还有尾鱼哎。对啊。厉害吧？啊，你怎么？我还以为是白饭。你怎么把整个搅一搅？这样搅一搅才好吃啊。对于我今天帮你送一个爱心便当过来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觉得很惊讶，然后没想到你这么贴心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想到你这么会做菜，而且你还想到我要吃水煮，然后肉多一点。对。看不出来你真的很贴心哎。我平常真的有在注意你都吃什么，好不好？是啊。你看都是清淡的，也不会太难吃，这样都很好吃。确实蛮好吃的。这个便当让我最惊讶的就是这个白饭，因为我以为只是这个白饭，但是打开竟然有尾鱼。那我们今天的挑战应该算是成功吧？你说你给我倾斜挑战，对，我这个挑战应该要成功。当然成功啊！我又不知道你要来，对吧？这个真的很用心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等一下一定会吃完。那我帮你一起吃。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跳一下。嘿，锐剑 CP 默契大考验。好了，这样可以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吃干面？我比较喜欢吃面，所以是写你自己的吧？对啊。我喜欢白开水。你为什么要写不一样？啊？我想说，就是你喜欢喝的，不是要写对方喜欢喝的。哦，然后看有没有一样哦。对。我现在才知道。所以你知道寿鼎喜欢喝饮料？对啊。他都喝什么饮料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因为我每次都喝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猫。对。5月18、4月3。我只是写比较慢。等一下，写太快了。金牛，我是金牛第一天，你感觉是金牛的尾。对，差不多最后面。8月29号要准时收看哦。没错，要准时收看哦。有啊，还你。怎样，不想要吗？好，我收下了，我心领了。这样才乖。